喺中山東區旗江新城有一個自受香港人歡迎嘅樓盤，中山108天譽。108天譽位於東區旗江新城核心位置，真正坐擁一城繁華與生態光景。除咗項目自帶嘅商圈之外，10幾分鐘車程仲有 Coco City、富日城、三武、石岐萬象匯等高端商圈，5大公園環繞，落樓就有濱江公園，5分鐘車程可以到達中山人才公園。項目周邊仲有中山站同中山北2大高鐵站，可快速接駁廣州、珠海、深圳等灣區重點城市，真正形成1小時灣區生活圈。小區門口200米就係地鐵站旗江道站，預計2027年底通車，半個鐘頭可以直達廣州，係真正意義上嘅地鐵上蓋物業。樓盤仲有香港直通巴，往返香港交通非常之便利，項目位置交通都非常之便利，西臨喜灣道，東臨長江北路，經長江路可以快速連接博愛路、中山路、南外環以及北外環，可以快速連接中山各個鎮區。咁帶大家睇嘅呢一個係每層只係得1戶嘅08號單位，呢一個都係成個天譽最細嘅面積，只有46.8平方，但係可以做一個橫廳嘅效果，加埋有一個中空大廳，仲有一個大闊面嘅窗嚟做採光，而且呢個戶型望落去就係我哋小區嘅泳池同埋小區嘅園林景，景觀都係非常好。一齊嚟睇下呢一個46平方點解可以設計得咁實用？因為佢係複式 loft， 有4.5米嘅層高，所以樓上呢就有2間房嘅。我哋過嚟呢邊就係一個橫廳嘅設計，一個 open kitchen 啦，就做開放式嘅廚房。跟住呢邊嘅櫥櫃呢，上下2排都係膠標嘅。呢個位呢就可以擺一個大嘅雙開門雪櫃。呢邊就係一個好市正嘅餐廳、客廳。再嚟睇下佢呢個樓梯嘅設計呢，係設計咗做旋轉樓梯，所以我哋行上嚟呢，完全都唔會覺得好吃力嘅。樓梯上到嚟呢邊就有一個過渡位，可以望我哋嘅中空大廳啦。咁跟住呢邊就係另外一間房，可以見到佢房嘅面積呢都唔算太細，而且都有採光。跟住呢邊就係另外一間房啦。樓上就係呢2間房，如果係1個人同埋2個人住呢，我覺得呢種單位係非常合適。另外一間房可以做客房，又可以做衣帽間。呢度係中山唯一官宣 CBD 旗江新城東區總部經濟核心區域，盡享城市未來同核心資源，總價40萬起就可以入手 CBD 核心加地鐵上蓋嘅商住兩用物業。對於呢個樓盤，你又有啲咩睇法呢？有興趣嘅歡迎評論區扣108發啲資料俾你。